咸水武庙对古早一直到现在，拢是咸水人的信仰中心。每当要考试，学生拢会到武庙来祈求公民考试顺利。过来准备要来到的统测，阁有各种的会考，刷落来也阁有指考。台南市长委托阁有民政局长蒋玲煌特别伫21号来到月经文昌节，做伙为台南的考生来祈求考试顺利，大家拢会当考出好成绩。武庙是我们盐水的信仰中心。那自古以来都有许多学子来在求功名的时候，其实在求科考的时候来拜拜。那我想在这边今天这个接下来的指考啦，或者是会考也都即将要来到，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延续这个民俗传统，也来我们这个盐水武庙来替我们的台南市的学子来进行文昌祭，也祈求我们的学子的考运都能够顺利。所以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同学们都尽量避免群聚，所以由校方人员来代替学子来参加文昌祭，能够共同祭拜，那能够让我们的学子盐水地区大新营区的学校的学子考运都能够考得好。咸水武庙伫当地合作真济民俗文化，更向前推进一大步。透过各界用心，互咸水愈来愈好。这摆武庙举办文昌节，会当看到地方人士也有市员蔡玉辉甲沈家凤嘛拢做伙来为学生加油祈福。伊嘛会当伫庆信佮文昌帝君的加持之下，学生拢会当金榜题名。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